刚刚一刚衰，亚那姆吼，哈摩乌努瓦西。大家好，我是来自秀林部落的乌努瓦西。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太鲁阁族抗日战争纪念碑的现场。我现在要介绍我的计划，叫做原地证明太鲁阁族山川地名盘点地图制作及鲁永部落家族系谱调查与旧部落踏查。德鲁古约略于300-400年前，自南投县的近关的德鲁古德鲁宛迁移到花莲东部山路一带，一直到1914年，左九间卓马泰总督率领3万军警部队包围太鲁阁族，德鲁古最后不敌日本先进的武器与人数的优势，被迫屈服。1945年，日本战败。同盟军将台湾托管给仍处于内战之际的蒋介石政府。此后，太鲁阁族陷入另一个文化散失的历程。1986年，国家公园成立，国家公园法限制太鲁阁族人于传统领域内实践传统文化，也将大中国文化置入太鲁阁族境内的每一个地名里面，让当代的太鲁阁的族人忘记了文化与传统领域土地空间内的连结，也造成了现在的青年对于太鲁阁族先祖的文化与传统领域的认知逐渐的陌生，甚至冷感。因此，太鲁阁国家公园虽然享负着国际知名的自然景观，但是却也背负着文化巨型本场的包袱。原地证明太鲁阁族山川地名盘点地图制作及鲁永部落家族系谱调查与旧部落踏查。此计划的头衔之所以称之为原地证明，鉴于自从太鲁阁族国家公园成立以后，太鲁阁地区的山川地名也开始出现调整。例如天祥，此地名原为德比笃，德比笃的意思是山中茂盛的样子，因此地山中生长茂盛而得名，却因为国民政府为教化台湾人民能够与文天祥一样的爱国情操，因而改名为天祥。再如现今秀林乡辖区内嘉明村的大山部落，此部落原名威里，因此地多水质而称之为威里。然而因为1906年的威里事件，花莲支厅长大山十郎遭愿对日方荼毒已久的当地族人杀害，日方为纪念此人而改名为大山部落。依上述可知，太鲁阁地区包括秀林乡辖区仍充满许多没有文化脉络的山川地名，此状容易导致当代青年对于族群文化认知上的错置，所以在传统山川地名的证明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山川地名的宣示与回复，不仅表现族群主体性，更进一步的来说，更是朝向民族自主的迈进的一大步。本案完成后，将会于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前的广场办理一个太鲁阁族山川地名宣示的记者会。我们将会邀请原民台、地方新闻跟一些公民团体一起来采访。我们会展示我们的部落地图跟大型的太鲁阁族山川地名的传统名称，以及我们整个计划的成果册，借此让主流社会与我们族群内部能够看见我们太鲁阁族争取民族主体性与民族自主权的欲望。